大家好，我是杨春怀，欢迎收看7月18礼拜4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为着落实总统赖清德人工智慧岛的愿景，中央甲台南共同合作，选定沙仑理联科学城，投资400亿规划 AI 生态园区，持续对外招商引进资源，同时强调发展绿色能源的重要性。为了让市民看见台南顶半年拼经济发展的成效，甲下半年的展望，经济发展局17号特别以乐活、影视、投资甲智慧等主题，由相关科系一一来分享。其中面对全台第一个 AI 产业专区，中央已经答应要设置沙仑理联科学城议案。经济发展局局长强调，最近拢密切甲各科会讨论，原则上 AI 生态园区将投入400亿，明年开始规划，后年兴建。伫赖总统上任的，伊特别留意到 AI 这块吼，伊嘛发觉讲 AI 这块是甲人百工百业是息息相关的，所以讲咱伫产业发展中心内底，咱嘛会甲这百工百业去结合吼。互咱的台南的传统产业嘛会当用 AI 这个技术来提升咱的迄个品质，嘛提升咱未来的收入吼。通过安尼，互大家有感来施政，安尼吼，大概是这个方向。根据经发局的资料，目前沙仑智慧理联科学城已经吸引140间厂商进驻，创造将近2000个工作机会，其中 AI 产业就占1/4，而且市府也会持续招商，形成完整的产业链。目前伫咱的研发中心，伫咱的沙仑已经有140间厂商吼，那当然。当中有关 AI 的部分差不多占1/4，其他有各方面，包括力能、包括治安，包括迄个量子电脑，包括一些高科技的，这底下是做研发因为是以研发为主，所以讲咱希望讲伊的研发成果会当落地，所以咱伫隔壁有两个园区的迄个推动包括迄个健康园区，包括力能园区。咱都是为着这个企业因研发了后会当落地，让台南生根安尼互咱会当更加往前走大家做以上的说明。台南经济发展，赞！台南新闻军及何乔邦采访报道。台南市发展地方特色的运动观光，结合古早高尔夫球场，伫7月到9月推出观光游艇计划。要予观光客无论啥物时阵来台南，拢会当轻松拍球。观光旅局17号特别伫永华市政中心邀请5大高尔夫球场的业者来参与宣导，包括相关的观光产业嘛拢出席踊跃。该计划以国际观光客为目标，特别是韩国有真侪客群拢介意天气一寒就煞到其他国家拍球，所以台南配合体育署推展特色运动观光都有真大优势，加上结合大房等资源来设计相关游艇，业者拢表达肯定。那我代表南一球场呢，非常支持市政府来办这个活动。那我们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能够推广整体的观光。那高尔夫假期也是在我们观光旅游的一环。南一球场在这20年来，陆续都有韩国团比较大量的旅客在冬天的时候来到我们南一球场来打球。当然住宿的方面也有住高雄，也有住台南，所以我想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旅游观光的一个重点。那我们希望台南市能够更用政府的力量大力来推动这个活动，能够使我们这个观光旅游在台南高尔夫的假期能够越来越多的韩国客人或其他的外国观光客能够进到台南市政府这边的活动来参加。所以我们其实这一次的计划主要是针对3个客群，一个是国旅的团客，一个是自由行。那我想最重要对我们而言还有国际的团客那国旅团客，我想应该有很多球队的行程比赛在冬天在北部不太好进行，天气不太好。我们如何把它这个资讯丢过去，让他们来到台南这是我们这次希望能够做的重点。那另外刚刚讲过现在年轻化，包含动资券都是年轻人在使用那还有一些我们南客就在我们
附近而已，南科的打球的商务的招待、三五好友的招待都非常适合自由行的一些包装。那另外呢，就是团客部分、国际客部分、日韩客人，其实本来我相信各位这个球场都有，本来就在冬天的时候会有一些国际客人来到台南打球。那我们如何把这个资讯再帮大家多做一点宣传出去？应该来台南这种慢活的地方来吃美食，甚至做个脚底按摩啦，做个 SPA 啦哈，然后做文化体验哦。台南是非常适合的一个城市哈。所以呢，我们会分成2个阶段来进行。这次请大家来，就是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的饭店、旅宿、观光业者，还有我们的这个旅行社能够做一些结合，包装出示范的流程之后呢，我们针对国旅跟针对国际呢，分别来做行销。观光旅局表示，台南已经做好迎接国际运动休闲观光的挑战，期待国内外介意拍球的朋友来到台南，做伙享受高尔夫球运动的趣味。台南新闻阮籍何秋芳采访报道。议员李克伟今仔日邀请原生植物协会伫议会举办一场重视原生植物活化甲自然生态演讲，透过跟市府相关单位以及民众座谈，共同探讨原生植物对生态重要性。透过台湾原生植物保育协会理事长陈思阳的简报。当年导入原生植物的推动，并且伫真侪县市有栽种的分野。理事长伊伫现在公园或者是行道树，真少看到蝴蝶为例。伊表示，因为都市开发起厝，一般人真少做到生态的保养。伊表示，如果重视原生物种活化的自然生态，花若盛开，蝴蝶自然就来。公园里面你看不到蝴蝶。然后你看到的鸟类只是有限而已，为什么？因为你把都市破坏了，你盖了房子以后，你做了公园以后，那么你没有再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就叫做生态补偿。你没有人把那个种回去，没有种回去的状况底下，这些东西你是看不到的。这个跟园艺的植物去比较，差别园艺的植物比较起来是怎么样？叫强呀。较好看的，但是它只有在颜色的变化，它没有动态的变化。原生的植物，因为你种了，它会有昆虫，会有鸟类，会有哺乳类动物，会跟着进来。透过议员李克伟的看线，陈思阳理事长特别南下，甲市府相关单位以及民众来座谈，主要目的就是要推广原生物种的自然生态。政府也是要好好的来思考营造这个绿化的一个环境啦讲较白阮就是爱加种寡树啊因为咱参考国际的一些大城市其实因绿化的指标阮拢非常非常的悬这阮大家咱安尼继续进步安尼来参考就是讲这绿化虽然重要毋过就是讲这树啊要安怎种安尼好种好水阮符合着安尼咱台湾这阮就是一饭的一个学问安尼透过这一张一张原生植物协会理事长提供的相片资料，内面栽种的植物全部拢是台湾的原生植物，不但有蜜源性的植物，嘛有自助植物加吸引鸟仔的植物区，加现在真侪公园或者是行道树，因为外来种加上欠缺多样性。因此，市府不管是农业局、秘书处，或者是公园路顶管理处，未来伫个路树或者是公园一窄部分，将调向原生物种来活化自然的生态。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台南市府先前才落实班班有冷气，予学生伫热天的时阵会当舒适的学习。即马竟开1.8亿，替全市各中小安装智慧电视，甲用水吸的乌帮，甲环境大升级。
台南市长黄伟綽伫乌帮顶面写着家己的名，指地乌帮真无共款，是用水漆的，因为传统的乌帮会产生粉笔糊，加上斑斑有冷气了后，门窗拢关条条，粉笔糊伫教室内底乌白飞，影响师生的健康。这两天虽然有侪学校拢豆豆甲两句的乌帮太活，也毋过也是无全面。一开始是由开远国小做示范，那让老师们先习惯这个水擦黑板。第二个，它的效益评估，所以我们的评估后，老师的满意度非常高。所以政府我们教育局台南市政府在前2年就先用粉笔，用水擦粉笔来花了800多万。来让各校先测试。第107年就成换水漆乌帮的开元国小，长期以来使用状况非常好，为经济效益及实用性评估拢相当袂歹。佮加装75寸的智慧大电视以后，未来会当更加轻松的进行互动式教学，唔但兼顾健康，学生的学习兴趣也会提悬。那也期待我们学校的一个教学更为智慧化，所以我们台南市应该说是全国最早。那么到明年4月以后，我们台南市所有的教室都会是75寸触控大电视的数位化教学的萤幕。那学生在教室里面有冷气，那使用小平板，老师用大平板。这摆设备更新计划总经费1.8亿，将伫明年5月底进行，增设4000多间教室，全市超过13万名学生受惠，替学生创造更加好的教育学习环境。台南新闻所在采访报道。为着提升台南到社区照顾关怀据点的多元服务发展，社会局结合民间资源持续培力，希望打造台南成为高龄友善的城市。其中105年就提奖的南区国体社区，为关怀据点到巷弄灯照站，坚持关怀方式，做到在地软化等服务的精神，相当无简单。总干事李金秋看见老一辈需求，30年前就投入社区关怀，92年成立志工队，加上政府等各界资源的协助，嘛，互该社区伫94年就成立据点，105年摕下中央关怀据点金典奖的团体甲个人双料冠军，到今也无单位破纪录，而且社区一直持续服务，透过每一天的课程。看不出就已经高龄93岁长辈，就是上好的见证。来这足快乐的，来这吼会当来社区吼减后生祖囝的负担，对无？来这唔免担厝的吼后生祖囝讲吼你安那样啊，拄安那样啊，对无？这上好的课程啊！系啊，上好的课程就是来社区活动。交一寡好朋友，交一寡朋友。北卫市关怀据点运作，志工能力就是上界基本，嘛因为总干事用心经营，上侪有60位志工的投入，嘛互因有法度拜1到拜5拢有关怀访视。互南区国体里虽然超高龄，不过每一位长辈拢在地健康老化，而且佫是老人志工来关怀，帮助需要的时代。回来以后就参加志工，然后就是参与这一个活动，然后也就是印证到我原来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在地养老是一个最合适台湾现阶段就是人口老化的一个很好的政策。礼拜1到礼拜5几乎每天都有关怀访视，甚至礼拜1有3组，还把它分类，分比较严重的、不严重，比较严重会有护理背景的志工进去，然后在开始访视的过程发现，哇，社区的问题真的好多，长辈的问题很多，家庭需要帮助的更多。那在这一段过程里面，就慢慢的看到更多的问题，比如说有的长辈自己都生病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志工的
这个时候会打电话回来通报，我们才能进一步。那在这过程里面，开始懂得知道说，怎么去寻找我们社会的资源，我们市政府的资源，如何申请居家照顾，如何协助他们去申请一些身份的，比如说低收入户补助。那万一低收入户不通过，我们也帮他寻求很多的社会资源，可以来帮助他们。访视过程，这位已经85岁曾阿嬷原本拢参与老顽童乐团等社区活动，对着预防失灵甲延缓失智有真大帮助。现在虽然跋倒倒眠床，不过气色拢真好，所以志刚嘛鼓励伊会当赶紧回到社区。古仔哦，嘿，古仔社区诶，我毋捌咧，你无定定来啦？你即摆已经足久无来古仔啊，对无？有闲就爱来坐坐。我不知道你古仔你爱定定来，互我看。好吼，好吼，讲定啊，爱来看哦。讲安尼我嘛足忝诶，伫社区安尼会当安尼走来走去佚佗。嘛是希望去社区活动吼。为了河淡市社区照顾关怀据点，有参照各体社区陪伴长辈精神甲做法来扎到每一个社区，社局嘛积极辅导陪练。我们本来就是做的是预防的照顾，后面才会加入巷弄长照系。那我们也希望说，借着这样的空间课程，让健康的长辈啊，亚健康的长辈可以就近的学习，上一些新的资讯，学习照顾自己的健康。这个是关怀据点的部分。那借由国仔这样成功的案例落实的方式，然后很周详的课程的规划，提供给长辈。我们也希望用这样的成功的例子，提供给其他的据点来做参考。政府甲民间协力，其他有更加侪社区勇敢挑战据点，打造台南成为高龄友善社区。台南新闻管制何乔邦采访报道。过去几十年，年感测度了后的中建手术以及融入的技术不断进步。会当利用自体脂肪医师，互年房手术更加好。成大病院整形外科李英医师表示，自体脂肪移植有真侪优点。首先，由于脂肪是来自患者家己，所以无排体反应的风险。其次，伫无共的情境之下，脂肪移植会当互外科医师进行更加精确的调整。无论是使用义肢，或者是使用自体陪伴的年房测度后的中建手术，脂肪移植拢有当改善年房的形状，或者是大小无规则的情形，达到更加理想的效果。过去自体脂肪其实主要是用在美容手术方面，那它可以合并义乳或者是单纯做自体脂肪的填充去做一个隆乳的一个效果。那基本上因为现在的癌症的手术非常的多，那癌症的手术结束之后再重建这件事情会给女性有很大的帮助，因为年纪相对来说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所以保持外观维持生活品质是对这些患者一些很重要的事情。那自体脂肪其实是可以帮助这些患者在部分切除它形状不规则，或者是有一些凹陷的部分的话，可以做一些帮助，或者是他有在做义乳的重建，义乳的重建完之后，他的皮肤过薄，或者是有一些疤痕不舒服的情况下，自体脂肪也可以帮助他，让他的生活状况会比较好一些些，因为有的时候会摸得到啊，会有紧绷感啊。那或者是如果你是做就自体皮瓣去做重建的时候，皮瓣重建完可能几个月半年它还是会有很明显的疤痕的量，那这些疤痕的量其实也可以用自体脂肪去做一个填充一个补充，其实也会让整体的手术效果更加的好。自体脂肪移植伫年房或者是年癌手术当中，拢是一种相当安全而且有效技术，会当帮助年房重建甲美容亮脸的患者达到更加自然、更加满意效果，并缓解疤痕的无实症状。李英医师嘛提醒，脂肪移植也是有风险甲限制。患者考虑进行脂肪移植年房手术时，应该详细了解手术过程、风险甲有效效果，并爱甲外科医师充分讨论。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椎弓跟解离性滑脱是一种较少看到的疾病，
白人的龙骨伫少年的时阵，因为受力不当断去，一旦地着神经，就会造成坐骨神经痛、下麻、行路困难。即马透过手术会当治疗。来看下面的报道。水管跟解离性的滑脱，常常发生伫个相对较少年的病人。虽然传统的脊椎融合会用的缓解症状，但时间一久，可能还阁需要进行重新的翻修，造成手术的风险增加。但近年来，随着医学的发达，现在会用透过脊椎内视镜的手术，不管是做椎间盘的切除、全椎管的减压，甚至是椎间体的融合，拢会用大幅度减少病灶以外的周边组织伤害。内视镜手术的话，它从最一开始发展，它是一个单通道的手术，就是因为椎间盘手术在脊椎手术里面算是一个也是蛮常见的手术，可是它大概就是会造成不舒服症状，就是说脚会痛啊，坐骨神经痛这样。可是它其实这个病灶非常的小，那传统的会觉得说为了这个小小的病灶啊，开刀把后面脊椎一些肌肉啊、韧带啊或骨头，甚至拿掉了很多，这样会影响到那个脊椎的稳定度这样子啊。很多以前的观念会觉得说，为了这一点点小小的病灶，然后破坏这么多，很不值得啦。所以慢慢就发展出内视镜手术这种东西，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破坏，然后就只拿掉那小小的病灶而已。那后来内视镜手术就是慢慢的发展出双通道，就是我们开2个洞，那我们就发现说，其实多那一个洞，我们可以做手术多了很多，就是包括一些退化啊，然后脊椎减压，都可以用双通道就可以做到很多以前就是要开很大伤口才做到的手术。医师表示，脊椎内视镜的手术不但空喙小，减少组织的破坏，甚至只要局部的麻醉，就会用进行手术。对着一寡因为麻醉风险较悬的病人来讲，嘛是一大的福音。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2024准益儿童广播营18号伫胜利之声广播电台展开为期2天的课程，同时推出 Podcast 节目，提供平台和学员展现创作的才华。你们大家好，我们常见面哦。停！你们大家好，应该是很开心，对不对？你们大家好。经过专业广播老师的指导，小朋友首次进到电台播音室录制交通安全广播剧。虽然是首次登台，但每位学员小朋友都展现出在广播营的学习成果，自信呈现。我是老虎，你们不是常说马路如虎口，所以我是马路。在车上会听广播的时候，就是会想要来这里练习看看，然后可以在学校的那个表艺课的时候会比较厉害，希望可以加油，把话讲得更清楚，更有自信。以前就读胜利国小，在里面参加影创社，然后在里面有学到剪辑跟录影的技巧。那到这个广播营，可能又学到更多关于声音或者是更多不同的技巧。那种音效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就很厉害，就会用一些设备然后弄出来。但那些设备也不是太复杂。我们要做一个剧，所以我们要同心协力，分工合作。然后录音的时候不能有任何的错误，讲话的时候表情要出来，这样声音才会比较丰富，而且团队合作很重要，这样才能完成我们的播音。这个广播营啊，令我印象深刻，就是刚刚去录音的时候，因为去那边的他们都是用那个收音设备，然后要考验一些那个团结能力，因为如果有个人念错的话，就要一直重录。除了学习制作广播剧，也安排学员走访电台历史文物室。小朋友看见许多从未看过的电台文物，一个个都展现出满满的好奇与兴趣。电话中会有那个电话号码，对不对？上面都有1234789。然后，但是我们这一支，你们有发现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没有数字键，对不对？那些设备都很多，我们都没看过。我对那些东西有些好奇，我会去慢慢的理解它们的用途。这70年来，就是收藏了很多古董，我觉得很值得去探究。
我第一次来参加这个广播营，我本来想说应该就只有广播而已，没想到还有那种可以看古董。我第一次参加这种活动，我觉得很开心，然后很新奇，然后让我认识到很多之前都没有看过的录音设备，还有一些有关历史文化的和广播有关的东西。2024俊逸儿童广播营课程规划丰富，更邀请到第一线的记者与资深广播从业人员来授课，带领学员探索录音室，了解媒体工作者的幕后秘辛。透过参与没事来哈拉节目，学员们可以学习到制作 podcast 的技巧，从主持人养成、节目设定、新闻素养训练、录制声音，全方位的体验，完整了解制作节目的过程。2024 Podcast 儿童广播营呢，有别于以往我们这次跟来野餐趴一起来合作。那我们最主要呢是希望孩子真的能够实际的去参与到我们真正广播人在做的每一个声音的露出的工作，包括他们要会声音表情，而且还要会口播配音。那连新闻还有打击假犯罪这个部分呢，就是我们都会让孩子们实地的透过我们的广播人才的教育去让他们学习。俊逸基金会董事长李明威表示，自2004年起，每年暑假都会针对国小学童举办夏令营活动，受到许多家长的支持与喜爱。参与学童除了来自台湾各县市，也不乏有参加过的学童连续2-3年报名参加，是最受欢迎的夏令营之一。学生透过营队一系列的课程学习，结合108课纲，充实学习履历，展现最自信的自己。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1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杨秀怀，咱再会。